咱台湾唔拿囝生少，而且即摆连女性生囝嘛是愈来愈侪岁才生。去年平均是32.42岁才生头一胎，若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嘛有超过3成，安尼有可能会增加生产的风险。为着要鼓励民众生囝，伫花莲嘅安乡，伫今年3月份开始，因为推出生囝的补助计划，才实施半冬，已经有200个翁婴出世。台湾生育率继续落低，去年111年新生児人数只有13.8万人，创史上新低。有一寡少年人认为生活经济压力大，感觉一个人唔结婚，也是就算结婚也唔生育囡仔。薪水也没有很多，反正就是觉得结了婚之后，若是有小孩，可能你的生活品质就不会很好。为了鼓励生育，花莲县乡今年3月推出生育补助计划，只要生一胎就会当得到1万补助金。那加上政府生育补助都有3万，想要到半年来，已经催生出第200名新生儿，拄好甲第199名婴仔是上生啊，乡长特别去祝福。吉安乡成为花莲县出生率第1名的乡镇市，我们相信在飞跃的吉安、缤纷的吉安，要带来的是更多的社会福利。不过，大家注意的就是民众生育年纪继续提升。去年111年，女性生育平均年纪是32.42岁，生育第一胎平均年纪是31.43岁，拢比前一年增加，其中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比更加是超过3成，恐惊增加孕妇早产、加胎児染色体异常的风险。因为高龄产妇可能染色体异常比例，假如25岁跟35岁来比，可能就多5-6倍以上。好，那所以就变成要做羊膜穿刺啦等等这些比较侵入性的检查。医师提醒，有生育规划翁仔某应该把握25到34岁上好的生育年纪，过落实定期产检，降低高危险、有新的风险，共同守护妈妈甲婴仔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